天堂言呐，不由我来落心呐，对联呐联呐。当初啊，修啊，担啊，来就多体面呐，已经啊来人情啊，苦难了年呐。母亲，都系自己一时的神言，还向母亲诉催呀。是啊，我用大头送以来，忠心不轨，反被奸贼盘风所归。你父命送流浪山，害国不能归宿，最苦哉！你兄死天上。受教分离呀！母亲，莫要伤心，今日有一喜讯，我来通报母亲见地呀。好事啊！母亲有病啊！今朝有人送来med信啊，来延州亲自来看管那面，心中痛过来一事情，给家父给骨骸来献菜，才乃位呢？来采那棒棒来奉用通，想要该天也行。端正啊！母亲呐，了让个心肝也有伤，有意母亲就来参详，只爱前往的奉用堂，来指挥骨牌，来张一那道。强慢！费用啊，跟地你呀，给呀，用家好的龙啊，也得有好的心肠。延州啊，延州，已经要用家的当凳子。凡事是啊用，爱是用啊痛啊。吃饭前去，若是真偏巴，若是假小事。中他人暗记，你要么该三长两短，用家岂不是断后了吗？为娘不准你前往。母亲，我不用再提，台风
恢复宋娘亲。还有一时时多彩风涌空气风情怪，你可愿意跟随吗？妹妹一张有此意，不过此事万万不可不母亲见的。你我另送准批，改分一种批8千亩。小弟。方才唐建州说托到领公骨骸，现在猜他帮外国，让不令老身心痛。心想娘子弃毁骨骸，又将输他人的暗算，此事真是令人两难呐。心碎挂掉，来到天公啊，让飞骨骸来尽故乡啊。江苏店啊，烧来暗山啊，千面扬波来些地方啊。奇怪，这三公也是为何跟马房的素材传来马蹄的声音呢？
兵书，只一个插单中的佛手球啊！趁此三更压境，准备匹马骑上凤勇冲。小弟。母亲，强恕罪呀！你等敢违配为娘的命令，而使之存心别国，其骨还不是么？我的老娘啊！来忙前呐！既然你等有此好心，为娘答应。不过为娘爱你，待等永保，随身保护，爱怎能放心吗？就爷娘请了，内面永保何彩呀？来也。天大南山府，脚车会带高。猜下，永表，本是永府一家中，风采见后分安歇，闻堂太君传见，太我向前。参见太君用元帅礼，罢了。下太君元帅，不敌黑暗出来，有何吩咐？
唔对我用家太义如何啊？对我恩宠义产。好，已经六龙爱到反帮冯永通，岂非罗灵公的骨骸？此去何必苦口帮啊？是有暗中行事，你可念你随身，保护年岁的安全吗？哎呀，太远啦！那年欺负罗元帅的骨骸，就算互通他府，哎，用表也猜说不是。好啊！有你俩句话，罗生我就放心了。若让我意，你等即刻出发，罗生等你顺功飞转。向永清不用担心，至于一天为成功欺负国海，向母亲在府中等候我的好消息，至于一你过皮母亲前来，泪纷纷啊，自己的心中有魂啊，春啊，白呀片。
见是否何才？嗯嗯。昨天强上留一命，哀家为我杀看的，系马杀噶。师傅抢了。哦吼，原来系位从事，你对哪位你来呀？我乃迎风而来，行到此间天色既暗，想爱家属一夜请师傅奉骗吧。哦，俺的出家人慈悲为本，奉骗为门，你将马带你来吧。用表将马带过。下官，你需要马介？本爱奉爵就可以。替我拿来。师傅，等不得，今夜来你何处安闲呢？下官请随我来呀。爷妹，你先听师傅前往，为向四处查看啊。六哥，小心为要。嗯。奉师之命，下山发现几批，已将米粮兵财灭从，暗库已经过提去，来采了假蓝天，看四下无人到来，出批。父亲，父上。